安南病院伫个全体同仁的努力，对草创、开幕、营运，到通过地区病院的品鉴、区域病院的品鉴。目前开设急诊一般病床539床，加护病床62床，加各类特殊的病床合计超过1000床以上。院长林胜泽勉励，希望未来会用朝向尖端医疗加智慧创新来迈进。第一个是人才的延揽跟组织的再造。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这1年来聘用了30位主治医师，那也对于组织的再造，包括各个委员会的重组，包括主管的任期制有阶段性的任务。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科部跟院方努力。也希望大家能够适才适所。那第二个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医院。我们除了加强跟周遭的医疗院所持续的合作以外，我们内部也会开始主办我们主治医师大会。第三是要筹建一个 Smart Hospital。我想把医院智慧化、AI 化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 AI 不只可以提高医疗品质，也可以加速我们的行政效果，那更加强了病人的安全及节约健保的相关的费用。近年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各种的挑战，市长黄伟綽一方面勉励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另外嘛为最近的变异病毒株安南病院担任第一线的快筛甲防护表示肯定。特别谢谢这次在这次 Omicron 的这几个案例是由安南医院这个检测出来的那筛检出来的，那能够让这个 Omicron 的这个疫情在第一时间在CT值还相当高的时候就能把它抓出来，这相当不容易然后能够在防疫政策上能够有一个超前部署，或者是说能够最早的时候能够避免扩散之前就能够找到相关的确诊案例，这点是在防疫工作上，就感谢安南医院各位第一线的医护同仁，还有检验同仁，大家的努力。安南病院9周年庆，包括市长黄伟綽、立委林美锦、甲卫生局长徐玉玲，拢到场来祝贺。会中并且颁奖表扬服务满5档以上，以及特殊贡献的医护甲行政人员。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